保羅答腓立比人書第1章。基督耶穌的僕人保羅和提摩太寫信給凡住腓立比，在基督耶穌裏的眾聖徒和諸位監督、諸位執事，願恩惠平安從神我們的父並主耶穌基督歸與你們。我每逢想念你們，就感謝我的神；每逢為你們眾人祈求的時候，常是歡歡喜喜的祈求，因為從頭一天直到如今，你們是同心合意的興旺福音。我深信那在你們心裏動了善工的，必成全這工，直到耶穌基督的日子。我為你們眾人有這樣的意念，原是應當的，因你們常在我心裏，無論我是在捆鎖之中，是辨明證實福音的時候，你們都與我一同得恩。我體會基督耶穌的心腸，切切的想念你們眾人，這是神可以給我作見證的。我所禱告的，就是要你們的愛心在知識和各樣見識上多而又多，使你們能分別是非，作誠實無過的人，直到基督的日子，並靠着耶穌基督結滿了仁義的果子，叫榮耀稱讚歸與神。弟兄們，我願意你們知道，我所遭遇的事，更是叫福音興旺，以致我受的捆鎖，在御營全軍和其餘的人中，已經顯明是為基督的緣故，並且那在主裏的弟兄，多半因我受的捆鎖，就篤信不疑，越發放膽傳神的道，無所懼怕。有的傳基督是出於嫉妒紛爭，也有的是出於好意，這一等是出於愛心，知道我是為辨明福音設立的。那一等傳基督是出於結黨，並不誠實，意思要加增我捆鎖的苦楚。這有何妨呢？或是假意，或是真心，無論怎樣，基督究竟被傳開了。為此我就歡喜，並且還要歡喜，因為我知道這是藉着你們的祈禱和耶穌基督之靈的幫助，終必叫我得救。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，沒有一事叫我羞愧。只要凡事放膽，無論是生是死，總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顯大。因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處。但我在肉身活着，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，我就不知道該挑選什麼。我正在兩難之間，情願離世與基督同在，因為這是好得無比的。然而我在肉身活着，為你們更是要緊的。我既然這樣深信，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間，且與你們眾人同住，使你們在所信的道上又長進又喜樂，叫你們在基督耶穌裏的歡樂，因我再到你們那裏去，就越發加增。只要你們行事為人與基督的福音相稱，叫我或來見你們，或不在你們那裏，可以聽見你們的境況，知道你們同有一個心志，站立得穩，為所信的福音齊心努力。凡事不怕敵人的驚嚇，這是證明他們沉淪，你們得救，都是出於神。因為你們蒙恩，不但得以信服基督，並要為他受苦。你們的爭戰就與你們在我身上從前所看見、現在所聽見的一樣。第2章。
所以在基督裏，若有什麼勸勉，愛心有什麼安慰，聖靈有什麼交通，心中有什麼慈悲憐憫，你們就要意念相同，愛心相同，有一樣的心思，有一樣的意念，使我的喜樂可以滿足。凡事不可結黨，不可貪圖虛浮的榮耀，只要全心謙卑，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，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，也要顧別人的事。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，反倒虛己，取了奴僕的形象，成為人的樣式。既有人的樣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全心順服，以至於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神將他升為至高，又賜給他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穌的名無不屈膝，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為主，使榮耀歸於父神。這樣看來，我親愛的弟兄，你們既是常信服的，不但我在你們那裏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們那裏，更是信服的。就當恐懼戰兢，作成你們得救的功夫，因為你們立志行事，都是神在你們心裏運行，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凡所行的，都不要發怨言，起爭論，使你們無可指責，誠實無偽，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，作神無瑕疵的兒女。你們顯在這世代中，好像明光照耀，將生命的道表明出來，叫我在基督的日子，好誇我沒有空跑，也沒有徒勞。我以你們的信心為供獻的祭物，我若被澆奠在其上，也是喜樂，並且與你們眾人一同喜樂。你們也要照樣喜樂，並且與我一同喜樂。我靠主耶穌，指望快打發提摩太去見你們，叫我知道你們的事，心裏就得着安慰。因為我沒有別人與我同心，實在掛念你們的事。別人都求自己的事，並不求耶穌基督的事。但你們知道提摩太的明證，他興旺福音，與我同勞，待我像兒子待父親一樣。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樣了結，就盼望立刻打發他去。但我靠着主自信，我也必快去。然而我想必須打發以巴弗提到你們那裏去，他是我的兄弟，與我一同作工，一同當兵，是你們所差遣的，也是供給我需用的。他很想念你們眾人，並且極其難過，因為你們聽見他病了，他實在是病了，幾乎要死。然而神憐恤他，不但憐恤他，也憐恤我，免得我憂上加憂。所以我越發急速打發他去，叫你們再見他，就可以喜樂，我也可以少些憂愁。故此你們要在主裏歡歡樂樂的接待他，而且要尊重這樣的人，因他為作基督的功夫，幾乎至死，不顧性命，要補足你們供給我的不及之處。第3章。弟兄們，我還有話說，你們要靠主喜樂。我把這話再寫給你們，於我並不為難，於你們卻是妥當。
應當防備犬類，防備作惡的，防備妄自行割的，因為真受割禮的，乃是我們這以神的靈敬拜，在基督耶穌裏誇口，不靠着肉體的。其實我也可以靠肉體，若是別人想他可以靠肉體，我更可以靠着了。我第8天受割禮，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憫支派的人，是希伯來人所生的希伯來人。就律法說，我是法利賽人；就熱心說，我是逼迫教會的；就律法上的義說，我是無可指責的。只是我先前以為與我有益的，我現在因基督都當作有損的。不但如此，我也將萬事當作有損的，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。我為他已經丟棄萬事，看作糞土，為要得着基督，並且得以在他裏面，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義，乃是有信基督的義，就是因信神而來的義，使我認識基督，曉得他復活的大能，並且曉得和他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死，或者我也得以從死裏復活。這不是說我已經得着了，已經完全了，我乃是竭力追求，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穌，所以得着我的。弟兄們，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記背後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標竿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裏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。所以我們中間凡是完全人，總要存這樣的心；若在什麼事上存別樣的心，神也必以此指示你們。然而我們到了什麼地步，就當照着什麼地步行。弟兄們，你們要一同效法我，也當留意看那些照我們榜樣行的人，因為有許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敵。我屢次告訴你們，現在又流淚的告訴你們，他們的結局就是沉淪，他們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，他們以自己的羞辱為榮耀，專以地上的事為念。我們卻是天上的國民，並且等候救主，就是主耶穌基督從天上降臨。他要按着那能叫萬有歸服自己的大能，將我們這卑賤的身體改變形狀，和他自己榮耀的身體相似。第4章。我所親愛所想念的弟兄們，你們就是我的喜樂，我的冠冕。我親愛的弟兄，你們應當靠主站立得穩。我勸友阿爹和循都基要在主裏同心。我也求你這真實同負一軛的，幫助這2個女人，因為他們在福音上曾與我一同勞苦。還有革利免並其餘和我一同作工的，他們的名字都在生命冊上。你們要靠主常常喜樂。我再說，你們要喜樂，當叫眾人知道你們謙讓的心。主已經近了，應當因無掛慮，只要凡事藉着禱告、祈求和感謝，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。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穌裏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。弟兄們，我還有未盡的話，凡是真實的、可敬的、公義的、清潔的、可愛的、有美名的，若有什麼德行，若有什麼稱讚，
這些事你們都要思念。你們在我身上所學習的、所領受的、所聽見的、所看見的，這些事你們都要去行。賜平安的神就必與你們同在。我靠主大大的喜樂，因為你們思念我的心，如今又發生。你們向來就思念我，只是沒得機會。我並不是因缺乏說這話，我無論在什麼境況都可以知足，這事我已經學會了。我知道怎樣處卑賤，也知道怎樣處豐富，或飽足，或飢餓，或有餘，或缺乏，隨事隨在，我都得了秘訣。我靠着那加給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作。然而你們和我同受患難，原是美事。腓立比人啊，你們也知道，我初傳福音離了馬其頓的時候，論到授的事，除了你們以外，並沒有別的教會供給我。就是我在帖撒羅尼迦，你們也一次兩次的打發人供給我的需用。我並不求什麼饋送，所求的就是你們的果子漸漸增多，歸在你們的帳上。但我樣樣都有，並且有餘，我已經充足。因我從以巴弗提受了你們的饋送，當作極美的香氣，為神所收納、所喜悅的祭物。我的神必照他榮耀的豐富，在基督耶穌裏，使你們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。願榮耀歸給我們的父神，直到永永遠遠。阿門。請問在基督耶穌裏的各位聖徒安。在我這裏的眾弟兄都問你們安，眾聖徒都問你們安。在該撒家裏的人特特的問你們安。願主耶穌基督的恩常在你們心裏。